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權哥。今日係24節氣嘅大寒。大寒係一年之中最凍嘅節氣，亦係養生最唔可以求其嘅時候。呢個時候天地間寒氣最勁，係閉藏到最盡嘅階段。中醫話大寒藏陽，守精養神。一旦陽氣泄咗出嚟，個人就會手腳冰凍、精神差、抵抗力下降，好易感冒、關節痛，甚至引發慢性病。飲食上高可以以溫補為主，食多啲羊肉、雞肉、黑芝麻、核桃、龍眼肉、枸杞呢啲，煲翻煲當歸羊肉湯就最啱啦。同時要早啲瞓，晏啲起身，避免寒氣入侵。浸腳、艾灸、搓背、會腰呢啲方法都好實用㗎。權哥提提你，大寒唔係鬥邊個頂得凍，而係鬥邊個識得藏。守穩陽氣，養好根本，過完大寒，出年先至更有底氣。